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寡大语词，古早人因为较会惊，就较会起曲，无爱直接讲。咱看到蛇，就是其中一个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蛇，子娃蛇读第5条。读蛇这是读白音，蛇是一款白汤类的汤拖动物，身躯是长形，无脚无手，有蓝皮、喙齿长长，有开车，会烫皮，会生卵，分做有毒甲无毒。这里文音读做蛇，像讲戏剧白蛇段都爱读文音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蛇吞象，咱知影讲象比蛇搁较大只。蛇想要吞象是无啥可能的代志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心肝唔知影满足，唔知影知足。第2个词读做死蛇活尾溜，字面的意思是讲蛇已经死啊，也毋过尾溜煞是活的，代表讲代志也未过一段路，也搁留一个序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新冠疫情慢慢过一段路，若是要让疫情一日完全消失，亲像是蛇吞象，暂时无可能。也是有一寡专家烦恼万不利，大家若是无要意，疫情死蛇活尾溜，搁再使倒头锤，安尼就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蛇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